大家好，我係三索。今場細面局嘅尾聲，佢家係欣欣，下家係珍珍，上家係石頭。第一鋪六索係鬼，起手兩隻，差啲又打錯牌，咁而家叫胡啦，對碰同埋二索七筒。七索自摸，每位8分。第二鋪一筒鬼，靚啊！第一張入8筒。好，碰隻入隻叫胡，摸上第二隻鬼，直接拖牌啦！而家拖一索，食白板喎，每位7分。第三鋪又係一筒鬼，靚啊隻3筒。好啦，碰隻入隻叫胡，石頭好碰啊！而家叫對碰同埋邊7筒。摸鬼自摸，每位11分。第四鋪又係一筒鬼，叫胡啦，兩隻卡窿。而家升級叫3、6索，6索自摸，每位6分。最後一鋪8筒係鬼，9筒碰啊！咁而家再碰隻叫胡啦。呢度應該打錯牌啦，但係4筒太靚啦，唔捨得打。都得嘅，而家叫對碰仲好啊。收工，好有好笑啊！真正啊，真係前隻打係，閪硬，粗口㗎。救命啊！3隻4索啊！屌你！我翻嚟嘅，鬼嚟，我2、3、4啊！睇唔可以？我手機喺度搶緊。哇！呢隻男嚟嘅，第二隻叻，隻乜黃顯然？摸鬼自摸，每位10分。